高雄的轻便铁路明年特别全线通车，不过伫咧高山二路甲北斗街路仔口，因为离轻铁相近，常常有人骑奥多摆挖过来，无看到红灯就冲过去，食着罚单，甚至出车祸。交通局嘛要针对这个路仔口来改善，按算年底就完工。 民众骑车弯过来，就拄着轻铁要来啊！天气连面是喇叭警告，不过民众赶快冲红灯骑过去。这是高山二路甲北斗街附近民众拢讲，这路口骑车转弯过来，若是无看到轻铁号志，常常有起诉的冲红灯，严重可能会甲轻铁相撞发生车祸。是绿灯嘛，啊你挖过来，如果是红灯，你无停，因为咱挖过来就直接就挖过来啊。 结果无停就开单。轻轨红绿灯跟左右鼓山左右转来联动，它可以过去。其实，伫北斗街这路段，短60公尺就有3则号志，其中有2则受到轻铁通行影响，灯号无连贯，民众真困扰。尤其为高山二路正挖路口甲轻铁距离干那15公尺，民众常常袂赴反应，无细力就冲红灯食罚单。 高山路甲轻轨这路口差不多伫15公尺内底，阮希望有一个抽屉会当到20公尺去，或者挖过来，为高山街挖右转过来，这个车会当有一个压缩比的空间看到轻轨，较来通过这路口。针对高山二路甲北斗街路段，交通局表示会阁增加1支交通号志，来提醒转弯的民众，而且嘛要延长高山路甲轻铁路段长度到20公尺，按算年底就会完工，希望改善这路口的安全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